续来讲这个入境的检疫，6月15开始调整为3天加4天。所有入境的旅客只要做3天的居家检疫，就会当进入到4天的自主防疫。专家讲，这个3天加4天实施的状况若是顺利，安尼1个月后，就可能会放宽到0加7天，上紧9月就会当开始来实施。只是这个边境一个开放，一定会面临到变种病毒的挑战。专家来提醒，长辈者第3剂疫苗的注射率至少都要8成，甚至上好嘛爱注第4剂，安尼较保险。若喙暗的禁令，都要等到流感的高峰期过去，爱到明年才有可能甲喙暗甲拔掉。卡网拖咧要出国游览，人讲世界地球村，抑过无人要甲病毒相过亲，边境敢要开放，这是一个真歹解决的问题。6月15先开放入境，检疫工数是3天加4天，试一个追温，然后当时会变0加7。3加4以后，那至少观察2周，确诊数节节的一直下降的话，那当然9月以后，我想0加7并不是说不可能，还是有可能的。60岁以上的长者的第3剂接种率如果能够到8成，这是最好的。第二个，你的抗病毒要够，所以只要6月、7月，如果3加4看起来都不错，我认为也不一定要等到9月，我觉得就可以改成0加7了。意思就是老大人的注射率若是有够悬，那呢就有这个机会赶紧开放边境。是讲一旦开放，不可避免的是，台湾都要面对变种病毒的危险。日本呢有一个老鼠的实验，感染 BA.4、BA.5，他们的肺泡的细胞还有这些仓鼠的临床症状，都要比感染的 BA.2它来的严重很多。那是要确保说我们都打完第4剂或者拿到次世代疫苗之后，才会走向0加7啊。既然边境开放，爱搁等，那呢敢会使先好喙暗的实名制行入历史，好大家出门唔免搁强制挂喙暗啊。明年是有机会的，只要新的病毒株看起来没有继续变得更毒性更强，我们的疫苗也比较进步了，那可能口罩就可以在户外基本上也可以不要戴口罩，然后恢复正常生活了。当年11月到过当年过年前，这拢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，所以讲建议乡亲喙暗同款来挂好，无得较到明年热天出门就唔免搁挂喙暗啊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